咱今仔拍一个好来小费，因为明仔载是啥？明仔载是啥？明仔载咱们节啊！听无你啊？明天教师节对不？明天中秋节啊！中秋节后。教师节没有放假，对啊，教师节应该放2天才对嘛。老师放1天，学生放1天嘛。对啊。哎呀，哪有没放假的？没放假过什么节？对啊，以前有啦。以前有放吗？好像很久以前有，已经不可考了。无咱今仔日换一个台词，吼，加一下变吼，无你讲教师节快乐，安尼会晓讲袂？会啊，会啊。教师节快乐。安尼吼，较长吼，爱有啲仔难度。以后我就叫恁读规个整个对联。好，咱演练一下，吼，若 OK， 咱就卖免需要，咱就直接来。若无咱个起先，好，准备哦。教师节快乐！我讲各位同学大家好，你讲教师节快乐，安尼好无？还有真诚的哦，声哈唔声的哦，我先听到一下。好来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教师节快乐！无放假嘛爱快乐吼。来，咱今仔来看，岩石和矿物。Rock and mineral。矿物怎样讲的？特不要紧。原始的样啊。Rock 嘛 ，Rock and roll，Rock and roll， 你看，摇滚乐啊，乐啊。来 ，What different？ 原始跟矿物。有啥物无共？岩石是矿物。听好，课本的第1句话，就来你讲啊。好，组成岩石的物质是矿物。好，标题讲这岩石，可能是1种，还是2种、3种，足侪种的矿物去组成的。啊，所以矿物的成分较单纯，岩石的成分较复杂。啊，这个是岩石的矿物，咱是讲伊这个矿物，一个矿物沙来。你要安怎判断讲，这是对一种矿物？啊，因为我想讲咱地科吼，咱地科会当分4个部分，咱地科4个部分，胃下甲看有2个部分，好，地球科学啦吼，地球科学你大概让分这4个部门，往下看，第1个。就是地质学，就是研究咱矿物。来，海洋，往上看，看会啥？你莫讲天棚吼，天花板，你的眼界要广的，这个看有大气，大气科学，包括天气、气象，这些用大气科学的范畴。你若看出大气科学咧，你若看出大气以外咧，天文学，我们以前大学修那个地球科学，就是4个老师来上1学年，第1个来教就是地质学，就上这个石头的，我会记得我这地科系来的。教授第1节课来，我说怎么教石头长相就有点像石头。或者长得像石头，重点是他的个性也蛮像石头。他为什么说个性像石头？一来教授就是
请西装个甲连个带领带。啊，我们那大学生哦，我发宿舍第一节课透早来，我拢有的穿汗衫，啊有的穿短裤，啊佫有穿衬拖来。啊，你爱穿安怎是你的代志啊。啊，但伊看我穿安尼就开始搞问题，讲我服装不整啦。哦啊，这完呛虾讲，你们以后再穿这样子哦，你们就不要来上课。啊，后来我们真的很听话，都没去上课。怪怪的哦，这样算听话吗？啊，开玩笑啊哈。啊，后来真的有人翘课，然后后来有人说，石头老师走了，啊，怎么还没有一学期就走？啊，因为换老师了，他来上海，他换一个老师，然后上到那个大气又换一个教授，然后上到天文又换一个教授。我们上天文那个教授很有名，他上得很好，所以我对这个宇宙天文学啊还蛮有兴趣的。好，因为这会影响到。好，历史的要用九头，所以地科系哈，都带两来行咯。女孩子没有体力哈，也没康体，她会受不了。那个教授哦，都带着前面走。另外看地科系的教授做老哦，都做老行哦。你来地科系、生物系哈，拢爱去野外，什么南横、中横，那个一直走，体力不好的跟不上，走不了。那个生物也是一样，植物学的教授在那个老教授带着学生去采集呢，学生年轻力壮都在后面。跟不上呢，那个植物学教授都走在最前面呢。你要拿植物学教授起来，那边走最前面。他看到不认识的植物，赶快把它踩烂，免得学生问他，打不出来，所以他一定要走最前面。好，袂绕苦，好，若教石头会安怎？袂动石头唔捌的，咪头一，空有跑一个家己头破。好，我再雕哦。叠矿物砂来，你用什么方式去判断化转工艺对这种的矿物？当然有做水方式对吧？但这个方式会当分两种，一种 physical， 比如 chemistry 物理跟化学。什么叫物理？什么叫化学？你讲物理性质就是讲，这理化的部分。物理性的，你可以观察它的时阵，你观测它的时候，不会引起它化学变化，这叫物理性质。喂 ，Hello， 同学，什么问题啊？比如说画上颜色，够会不会导电？还有一个判断矿物做重要的，叫做硬度。印度业国家嘛，印度台语啊吼，你哪让翻？印度对无？印度，但是你啊，叫这字安尼写吼，伊毋是读做印度，因为这印吼，伫咧台语内底读做硬，硬是啥物意思？印堂发黑。也不是坚硬的意思，因为我们这个硬跟英文的 hard 一样，它的意思有很多种，就是很坚硬或者很艰困，都是这个硬或是 hard。但是咱台语有把它分出来，咱的冰冰安怎写？有，但是中间是一个点。所以应该读做顶度，你若读做硬度，咱台语讲中硬道，中硬代表很困难的意思，不是很坚硬的意思，所以袂当翻做硬度。来，我问你诶，啥物叫硬度？顾名思义啊，坚硬的程度啊，坚硬的程度哦。硬度最大的是什么东西？
选少对无 ？diamond 嘛。我今仔讲一句话讲，所有东西硬度最大的是钻石。请问这句话敢对？对。你会感觉唔对？因为足危险的。世界上物件遐多，万八有一项比选少较定的，安尼伊个唔对啦，对无？这句话要成立的要件太危险吼，确实唔对。我应该把这句话改做讲，天然的物件，天然的东西，硬度最大的是钻石，这就对了。但是咱人会当做出比选少较低的物件，但是天然没有这个东西，天然的出来的矿物里面，硬度最大的是钻石。好，你说钻石硬度是10哦。玻璃的硬度大概7，铁的硬度大概5到6，所以你那个小刀能不能划过去？啊，你讲好，我问你，你讲铁的硬度那么小，好，啊，你一粒选少砂来，你讲钻石硬度坚硬的程度嘛，硬度就是坚硬的程度嘛，啊，结果我甲讲开啊砂来，你啊。为选少安尼焊落，你感觉杀袂坏？你免做实验啦，你选少互我甲讲答案就好啦。你想嘛知，how有可能迄个人头会破去？我当然嘛选少破去，啊你讲啊选少破去，老实讲唔对啊，坚硬的程度明明硬度那个钻石大于铁啊，啊为什么我铁跟钻石互相敲，钻石会破掉？结论就是，硬度不是坚硬的程度。你不要被那个表面名词给骗。硬度是表面抗磨损的程度。你袂当用讲的，你要用磨的。你对磨过。钻石会磨掉，硬度大的东西会被磨掉的比硬度小的东西还要少，所以咱想要刮玻璃，袂当用小刀、美工刀去刮，因为玻璃的硬度大于铁。啊，所以咱要用啥？钻石刀啊！你有看过钻石刀无？没有。无看过对无？我未看过，书我做钻石刀在我的脑海里面听到钻石刀，我想的是，规支安尼香香细细安尼，钻石亮晶晶安尼哦，我做老的歌，结果我看到钻石刀，金门菜大失所望，嘿，木柄古拉萨啊头前铁柄安尼生生规支生生。钻石理论上头前的一粒安用放大镜来看有诶吼，啊伊一粒仔镜好啊，它只有跟玻璃接触的地方要钻石而已啊，它其他地方要钻石干什么？对不对？啊，它目的就要切玻璃而已啊。哦，所以对磨过去被磨掉比较多的是硬度比较小的，被磨掉比较小的是硬度比较大的。表面抗磨的能力哈，不是坚硬的程度哈，不要被这个，所以这描述我感觉好了无该好。后来呢，各有一种化学性质的讲，咱引起化学变化，比如讲有的原始内底有含有碳酸钙，碳酸钙拄着砷，像阳砷，伊会牛去对无？所以你若甲滴落，伊会起泡泡的，迄个泡泡是啥物物件？CO2， 嘿，二氧化碳 CO2 嘛，吼、啊，像咱涂骹这有无？咱涂骹这是啥？大理石哦，大理石哦，咱再来讲有大理石哦。你一年的时阵，伫咧三期校色，你有注意的涂骹甲咱一起的涂骹有无共？有啊。有啦，无共。我甲你讲啊，我三期我去的，我社总工主任就去的。我甲工程师、设计师讲，我们要跟一起一样，
建筑师说没办法，隔10几年了哦，一共境外垂模叫大料的大理石啊，所以山起那个都是小颗的，有没有？地上镶那个都是小颗的，没有这么大片的。抄起来。好，这种大理石，你这袂当用扬声器弄容易，好，会去味。好，所以黑就是它含有碳酸钙的成分。啊，咱有3种较出名的矿物，吼，咱小改点，比如讲花岗岩的造岩矿物。花岗岩是咱地表最常见，也不是说最常见，应该说我们岩层里面量体最大的叫花岗岩，有3种主要的造岩矿物，分别长石、石英、云母。有几个特性哦，长石是地表最常见到的矿物单，它很容易风化成粘土矿物。粘土矿物以上面呢，粘土矿物就是你有做过一个捏陶土无？有算过无？啊，你敢有？你敢会当做成型？拉胚啊？搭配啊。那个哦。啊，对对。哦，人糊起来变做一个鱼竿，啊，你糊起来要变艺术品，因为规个拢倒去。啊，人倒去都变艺术品啊，对不？因为弯扭曲的形状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啊，因为它那个很容易失败，它那个就是陶土，它就是长石的风化产物。石英纯粹的石英叫水晶，啊，纯粹的石英叫水晶。石英，咱会用伫咱的钟表，咱想到咱的手表啊，甲时钟叫石英钟、石英表，因为这种矿物哈，它有一个特点。你在两边加电压，它会产生规律的震荡。这种规律的震荡可以让沙来计算时间。好，所以石英表一定爱靠电池，无电池就袂行。好，来第3种云母，云母是薄片的绝缘体。好，有黑云母、白云母。好，大概知影这，因为咱来要讲岩石啊。好，岩石，咱照伊的形成，咱会让它分做3种。我们的分类不是一种，咱像咱人列让它分做几种？1种。你若用年龄区分，你还要分儿童、青年、少年、老年，对不？啊，来你若用性别区分男人、女人，啊，你若敢分好人、坏人。看你安怎根据什么分类，它就有不同的分法。啊，咱岩石，咱有一种分类，根据它怎么形成的哦。我们分成这3大类的岩石，是根据它形成原因，安怎形成的。咱来甲分做这3种，来，第1种叫做沉积岩，第2种火成岩，第3种变质岩。来，你看伊名念哪样形成的？大概知影吼。来，沉积是安怎形成的？沉下去啊。迄个屑吼挂落来，啊，你沉下去之后吼，然后上面有压力压下来，它又重新固化，变成沉积岩。啊，这沉积岩里面有些是动物的遗骸骨头，那个变石灰岩。啊，这个火成岩呢？火山烧。这个火是什么意思？比那个什么岩浆。岩浆对，岩浆做烧吼，岩浆几度你知？大概。你想看卖，要甲石头扬去爱几度？3000多度啊。至少2、3千度以上。无啊，石头哪会扬去？你有食过一种石板烤肉无？就甲迄石板用啊做烧，啊撒来你的面头前，啊你会做夹落，下骹无火哦，一定伫遐烘啊做烧啊，
再来，你桌顶的生肉压下，直接。但是你唔通手一摸落哦，无小人熟去啊哦。3分熟。但是你看那石头，一点变化都没有，你根本看不出来，所以你才会不想去摸它。你无像那铁哦，你拿铁烧到500-600度哦，那铁就会红。但是石头呢，一点仔看袂出来，所以你要把石头油一，至少2-3千度。所以这个岩浆冷却形成的这火的岩浆，火成岩。等一下就变质岩，安怎来？变质呀。上面变质，其他的岩石变质，所以变质岩一定有一个前身。啊？变质岩一定有一个前身，伊的前身可以是沉积岩，伊的前身可以是火成岩，伊的前身敢会是变质岩？可以。合理啊，变质。变质岩埋很变，而且还会变质。挤压和因为地下的深处高温高压的状况之下，伊受到这种伊内底矿物成分发生改变。你像咱讲到片麻岩啊，花岗片麻岩，你若看到片麻岩，你就知影这是变质岩。啥啊？伊的岩内底矿物吼，本来是结晶颗粒是圆的，伊底甲边变片状的，要表示伊经过高温高压挤压，所以片麻岩设起来变质岩。好，好，再来咱肺内底详细介绍。第一种较有名的沉积岩，就是深入遗海形成的石灰岩。你有听过迄个钟乳石洞无？足水的对无？因为钟乳石洞内底碳酸钙结晶，伊拢是立顶，所以你爱来插手电筒，无内底还有电火，电火照去钟乳石顶端拢会反光，迄结晶拢会反光，足水的。下骹水来迄叫钟乳石，地道下骹去洗出来迄叫石笋，若钟乳甲石笋接起来。就变石柱，迄种几啊万年较形成的呢，有诶迄个无公德心那样卡落来，早就家己处理，当然迄拢是违法的啦，那拢有违法。然后这个沉积岩咱根据它的颗粒大小，会当安尼分，内底结晶颗粒上大粒的，咱人叫砾岩。这咱讲到地下水时阵小可讲，来其次的叫砂岩，上细粒的叫页岩。页岩的颗粒已经很小，小到你没有感觉它的颗粒。我若讲这大家无印象，我拢用饮料来形容，安尼大家拢记会起来。砾岩就是珍珠奶茶，内底有粉圆珍珠，迄就是内底砾岩。这砂岩就是绿豆沙牛奶，你敢有感觉迄个刷刷的颗粒有无？若这种页岩就像红茶、绿茶安尼，红茶、绿茶敢有颗粒？有啦，无一样有色，它怎么会有颜色？问题是它颜色颗粒，你敢有感觉？你喝不出来嘛。所以页岩你要封起，你表面你觉得它很光滑，因为它的粒子太小了。就像红茶、绿茶呢，你袂感觉伊内底有颗粒，但实际上伊有颗粒的，做细粒的，所以咱沉积岩有分这3种，好，火成岩嘛，咱嘛分3种，因为火成岩是岩浆冷却，来我问你，岩浆会拄着啥？岩浆分出来拄着啥？水啊。第一有着水着无？因为咱地球表面有7成的海水，上可能拄着水就是拄着海水。所以拄着海水形成的叫玄武岩。澎湖。澎湖那是玄武岩，伊跟海参出水面，
好，玄武岩嘛是海洋地壳的主要成分，好，主要成分。来第一种，你可以拄到空气无？岩浆喷出来，如果在陆地，是不是遇到空气，就陆地的火山，安山岩。这安山就是南美那有一个安第列斯山脉，用遐个山脉来得名，因为表示，反正陆地的火山啊，像咱的阳明山迄种，迄个阳明山大屯火山区迄种安山岩呐。啊，敢有可能岩浆无喷出来，有哪会冷却？可能。不可能嘛吼，这种诶，没有喷出地表，在地下深处冷却的，就是咱甲我讲的花岗岩。这三种吼，冷却速度是由快而慢，啊，冷却速度这是由快而慢，所以它的颜色，你去看。玄武岩颜色深，由深而浅，结晶颗粒由小而大。假如你矿物的结晶爱时间，你冷却愈慢，你结晶颗粒也愈大量。所以慢慢冷却的花岗岩最有机会形成大颗的结晶颗粒。所以花岗岩上水。伊内底这种长齿丝因缘木的结晶拢足大粒的，所以它的花纹很漂亮。咱玄关迄就是花岗岩，咱玄关铺的是花岗岩。但是玄武岩吼，规片安尼乌噜噜、乌色的，啊无颗粒，吼，迄嘛用一啦，迄会当做木牌啊，墓碑啊，来做墓碑啊，乌乌啊，免墓碑也免彩色啦吼，安尼拄啊好。但是这三种吼，来我问一下，你感觉讲这三种内底吼，对于这种哪一种岩石比较脆弱？沉积或成变质？变质。怎样哦？沉积。应该沉积啊。它是碎屑再压起来的嘛，所以它又很容易碎掉嘛。最硬的火成。啊，对应的过程，所以无论这三个都很坚硬，它岩浆冷却就很坚硬，所以这是第一宫玄武安山嘛，啊花岗因为它水，所以让它讲动这建材。来，我要变质岩，变质岩比较小概的种，让它讲团掉的，就是页岩。变质层的板岩、裂岩，也前身是沉积岩内底裂岩。板岩啊，你有看过原住民的石板屋无？你有食过石板炒肉无？啊，石板屋、石板炒肉的原料就是板岩，因为咱的中央山脉拢属于变质岩，所以咱中央山脉内底。做水，这个板岩、片岩，变质岩。好，原住民石板屋很有学问呢。你要用石板起厝，起的，搁会冬暖夏凉，搁袂漏水，迄无简单呢。啊，问题是原住民做搞起石板屋的，拢无建筑师的执照。啊，你即摆起厝爱有建筑师签证的，啊，你若原住民要起厝，要起石板屋，好啊，你平地找迄种建筑系毕业，有建筑师执照，伊讲歹势，我无学过石板屋。啊，原住民做好石板屋的，无建筑师执照，安尼，系啊，所以你个查起来，那原住民的所在吼，都要一个特殊的法规，跟我们这边不能一样，否则会出现这种自然难行的。像原住民，他以打猎为生啊，所以他们家户每个都有猎枪，那是因为他吃饭的东西啊。但是你进厝里，你也让现在撒点猎枪没啦。
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。那你啊去原住民下讲你违反枪炮管制条例，我把你猎枪没收了，我跟你拼命嘞！你这没有这个东西，要吃什么？他去打猎为生的啊，所以那个你像你在原住民打猎，咱讲你打猎的时阵吼，你拄着那个小动物，像咱以前台湾做做梅花鹿，打梅花鹿的时候吼，你不可以去打母的跟小的，为什么？然后谁管对啊，要流传下去啊！你小的会长大啊，母的要养小的，你把母的打死了，小的也没人顾啊，所以只能打大的公的啊。啊，掠鱼仔嘛是，但咱去掠鱼仔无关，咱遐掠鱼仔拢安尼，那杀鸡取卵的拢一网打尽，一网打尽，所以咱渔业资源都越来越枯竭啊。好，所以大家会当尽量卖食迄个布拉鱼，就尽量卖食，因为布拉鱼是一种诱来，布拉鱼是所有的鱼的鱼宝宝。你去把布拉鱼一只一只挑出来，每一只形状都不一样。好，它跟我们那个小鱼干那种小鱼不一样哦。小鱼干的小鱼，它可能就长那么大，但布拉鱼是每只小型鱼、中型鱼，它还在吸奶水时候的幼鱼。啊，伊伫咧吸奶水时阵，甲伊抱起来食了，一盘偌多食，内底拢会当长成中鱼大。安尼你互遐大饼来食布拉鱼，结果你以后海有鱼仔通好，无啊，咱海洋资源就越来越枯竭啦。所以以前的人智慧都会想到永续经营，反正我们现在咱想要有地球科学，所以跟你们讲这些概念啊，很重要的概念啊。来，有一种石灰岩。变质而成，咱中央山脉做苗花园一带盛产的，甲我讲的，大理岩，跟咱大理石，好，咱大理石，这几个就好，咱较出名的变质岩。咱台湾有啥物所在分布吼？来让它回传啊，台湾这样子，好，中央山脉，来让姐姐说来看，西部加小鱼场，城西岩，啊，给我讲。北部阳明山、大屯山区，大屯安山，安山的中央山脉，变质，啊，大理岩、板岩片岩、变质岩，来各节收载。韩国来讲，见恒春半岛、垦丁、珊瑚礁。属于哪一个？石灰岩。好，石灰岩。来，这本的、挂的，来，过这边看，叫一个绿岛，有一个蓝屿。这属于哪？呀，鞍山。叫一个澎湖。第二题搞多少讲嘛？前五。了解。还有金门马祖，就得背了哦。金门马祖遐属于啥？花岗岩。所以当下去金门咧拍坑道的时阵吼，都假大的。那个金门的坑道非常难打。因为花岗岩是非常硬的，你去金门一定会参观里面坑道。还是中央山脉是几年？中央山脉是几年？中央是那个变质岩的。中央山脉变质岩，
变质岩，变质岩，我们就是我们这边介绍的变质岩。花莲这一带是大理岩啊，整个板岩片岩。好，大概是安尼啦，好，差不多。花莲那一带太鲁阁，钓鱼台，我猜的吗？无吧，无为钓鱼台吧。好，玩笑。好，来，澎湖的柱状玄武岩，这是世界级的景观，大家嘛有金门坑道。好，所以呢，拢要来看这矿物原始与生活，建材啊，咱有的矿物环做宝石，然后咱的迄个金刚石就是钻石，啊刚玉哦蓝宝石、红宝石。蓝宝石、红宝石哈，它不是钻石哦，钻石一定没有颜色。你不要讲什么红钻石、蓝钻石，钻石一定透明无色。但是蓝宝石、红宝石迄种，它内底掺进一些杂质，所以它的杂质通常是那种周期表中间那一段过渡金属离子，会带有颜色。如果是 A 族的，它通常是无色。但是中间那个有颜色，它如果掺在里面就会带有一些颜色。好，大理石、石灰石这建材啦，吼，加工板岩，这石板如石英砂这玻璃。哦，这是咱岩石啊矿物对咱的生活有足大的影响。好，咱今仔这个古芝的原始矿物。讲啊少，阮以早伫咧东沙哦，我嘛是住住伫地下坑道，住地下坑道都算的哦。暗时啊吼，暗时啊内底暗暝摸啊，拢爱撒手电筒，啊撒久我嘛无爱撒手电筒啊，我拢总啊安尼往坑道边啊安尼行，譬如要去上厕所，啊这样有一个危险，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迎面跟你走过来。你也没听到声音，两个就会撞在一起。久而久之，我们一边走路就一边唱歌。我行路唱歌不是，就是要互听到啦。哦，那蝙蝠发出声波，就知影有人啊。